哭了，不过那不是悲伤的眼泪，他们很开心，那样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如果你有机会再见到隋老师，麻烦你帮我对他说，对不起，以前让他担心了。玲玲啊，玲玲啊！为了得到他的信任，我安排自己以数学老师、化学老师的身份隐藏于玉贤高中，表面上是为隋寒光观察001的生活状况，实际上是为了保护 R1的资产。我这里有几组照片，希望在座的各位看一下。001在学校表现的生活状况是非常稳定的，而且他还结交到了许多相当要好的朋友，这说明他已经相当适应人类社会的生活了。所以，我建议公司出动大量的技术和设备去支持夏旭夫妇进行防御城市的。但是，夏旭和袁和琴明知道隋寒光偷走了公司的技术资产，仍借由隋寒光在国外军事处获得金元，做出了001，还趁机让他用他们提供的馊代码做出了002。你们不仅违法使用了公司的技术资产，还可能导致公司陷入更危险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泄密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决定驳回夏旭和袁和晴的申请。